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在新的一年来赞美我们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自小。我们一起来拍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自小。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年快乐！让这一年，让神来扭转未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更多从他来的盼望。你再次从头来唱。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自小。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再次来宣告，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一起来拍手，我们归我们荣耀跟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经历新的事。特别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要来敬拜这位神。这位神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也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他的面前，在新的一年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
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让神再次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破碎的梦，荣耀冠冕，荣耀冠冕，我们都要来到主的宝座前，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的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在神的话说，我们要被创造成为那个新的我，在主的里面要恢复成新的我。在新的一年，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要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更完全的来认识他，与他来连结。我们为这样子的生命，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一起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要由旧转新，要扭转未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在新的一年，主，你要扭转我们的生命，你要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在你的里面得着那真实的更新，因为这是神你对我们话语的应许，你也让我们在这应许当中要经历主你的恩典，满满浇灌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人算什么？你竟眷顾，力天加降生成时，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你，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主，你再次将我更新，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造天造地造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常常得罪你，远离你的恩典，但是你依然用慈神爱所来护卫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离开你恩典的道路。主，我们再次在这新春的期间，
我们要赞美你。在过去的患难困苦当中，你依然用你的爱来包围我们，让我们能够记着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时时有你的同在，你的帮助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改变更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先来看报告的消息。那我在此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福愿上帝在这新春的期间保护看顾我们，出入平安，全家团圆，也可以有神的同在，神的赐福。那我们因应这疫情的关系，我们自2月即日起至2月14号，我们都改为线上的聚会，所以我们今年的新春礼拜只能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愿上帝依然透过这线上来祝福我们大家，因为他是无所不在，与我们同在的神。好，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咱做伙用台语我们也有华语，你可以看咱做伙用台语来读上帝的话。金句伫以西结书36章26节，咱第一遍念台语，第二遍来念华语，做伙来。我要用新的心守护恁，也要用新的心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少的心，守护恁亲像肉的心。以西结书36章26节，华语来变来。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里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36章26节，愿上帝话来帮助咱，会通伫遮来明白伊的真理。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记载伫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31节。以西结书36章，我们要从25节看到31节。弟兄妹，咱准备好，咱要用台语做伙来读上帝话，做伙来。我也要用清的水救恁，恁就清去；我要洗清恁，除去恁一切的垃圾，甲恁一切的恶相。我要用新的心守护恁，也要用新的心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少的心，守护恁亲像肉的心。我要将我的心下伫恁的内面，互恁顺坦我的律例，守我的法度来行伊。恁要徛起伫我所想守恁的列祖的地，恁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恁的上帝。我要救恁脱离恁一切的污秽，也要叫五国互伊丰盛，无互恁拄着饥荒。我要加添树木的果子，以及田园的土产，互恁无过因为饥荒受外邦人的凌辱。迄时，恁要记得恁的歹所行，甲恁毋好的所做，就因为恁的罪过甲可恶的事，
伫家己的面前来验证家己，愿上帝话帮助咱，会通行伫一条新过活的路。咱三甲来祈祷，主你的真理，互阮看见你的救恩。伫即个新春年头，阮做伙来学乐敬拜，无论是伫线上，阮厝的人三甲组织，也是伫出外，阮拢恳求你保护看顾阮，甲阮三个同在。求你的圣神来开阮的心窍，互阮通明白你的教示，照呢去行。我拢真做有福气的人，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新年恭喜吼！咱伫新春的时阵，咱虽然面对即个真严重的疫情，咱无法度伫今年做伙咱伫即个礼拜堂做伙来敬拜上帝。感谢咱会感觉讲今年的年无啥好过不过上帝有缘，甲咱三甲同在，咱会通伫线上。会通做伙伫遮来学乐敬拜，上时咱嘛会通伫厝做伙甲咱的厝的人感谢伊对把所在倒转来，咱会通做伙团圆我们一起团圆，一起敬拜。所以伫遮咱要彼此来祝福来彼此祝福上帝的祝福伫咱中间。咱先来看一段影片。事事平安喜乐，上处永远无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蒙福，耶！大家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年年春。大家好，我是张碧珠，今年100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主的恩典充满你，耶！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喜乐，主恩满意。感谢主，因为上帝恩典，所以互咱会通做伙伫遮，无论是伫咱厝诶。也是伫线上，咱空中，咱拢会通做伙伫遮来祝福。你可能会透过这个赖的群组你会通甲你所设定的人，你会通甲伊讲新年恭喜，上帝属你。所以咱有真侪这个方式会通甲人祝福。总是咱知影讲上帝是迄位祝福的上帝，世上在改变，总是上帝主爱信息。永远无改变。今仔咱透过这段的圣经，咱伫遮来看见先知以西结，上帝托伊伫伊百姓的中间提醒因、呼吁因，着爱悔改来认罪，因爱对念过去的歹所行追念过去这些的恶行最主要是爱安怎？爱去掉遮个歹所行。透过这段经文，要提醒咱，人若真正的悔改，上帝就祝福带来，无论是人甲人的中间，人所踮的土地，伊所种作的，拢要伫遮得到祝福，要来回复。互咱会通透过这段圣经，咱来思考两个目的。头一个就是你选择什么？选择改变，互咱的生命更新会通变化。过年的时阵，我相信大家拢会通伫遮摒扫厝内，将遐个垃圾污秽伫遮来清去。你在打扫你的环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些不好的，你一定会把它除掉。我们也是一样，咱要来选择做一个改变，做一个摒扫，互你我的心意。内心拢会通伫遮来得到改变。第二就是为什么上帝托以西结伫遮来呼吁遮个百姓来做一个改变？伊也嘛伫遮来应允讲要做一寡新的事。这个新的事是因为咱有改变，咱做好吗？毋是是因为伊的性命，所以伊来想事
才会改变，做一寡新的事。总是上时嘛爱有人会配合啊，兄弟姊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配合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他的应许，伊的应允要互咱，总是咱是毋是会通伫遮来回应？旧的代志，咱是毋是有一个觉悟？咱是有想要伫遮来做一个调整？这个是咱爱做，咱爱改变。以色列甲遮百姓讲：你们顽梗悖逆，道德败坏，所以恁就爱伫恁的生活、恁的行道的中间，恁爱除去，因为上帝要伫遮来帮助咱，除去迄个石头的心、实心。其实内面伫讲的意思是，以色列百姓因的悖逆，因无要顺探上帝的心意。你知影救恩的历史？如果你若去看列王记，伫列王记内底，你就看伊讲，即个王若行上帝所看最好的，因的国运就亨通。如果即个王若行上帝感觉厌恶，即个国家，伊的国势就会败坏。甚至互遮的外邦伫遐来管辖，他们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他们违背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会遇到很大的困境，很大的这一些的祸患，特别是要被掳离开他们上帝所给他们的地方。所以咱来看讲这个救心，其实甲埃及有一寡这关系。你知影遮以色列百姓过去是对埃及出来，然后进入到伫这个迦南地，所以救心的这个概念是甲埃及人因相信讲，因死后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摕你的心伫遮来称看讲你的心有迄个罪的束缚无？因为这个心会决定你会通得到永生，还是袂通得到永生。如果有罪伫遮来束缚，那安尼就会影响伊会拄到遮个灾难。救心甲因咧做木乃伊做木乃伊的过程有关系。伫即个新王国开始的时阵，因就要将即个死者伊的心脏爱伫遮来对即个木乃伊的形象伫遮来摕出来，然后到遮甲其他的即个内脏即个内脏。伫遮藏伫迄个甕甲藏开，因相信讲，即个心有可能会出卖死者，所以伫遮因会危害到伊的来生危害到他的来生。所以初代因为初代是石头内底甲刻一个叫做苍龙你若捌看过《神鬼传奇》这部电影？我毋知你捌看过无你若捌看过，就是伫迄个主角，伊伫迄个中间有做遮的苍龙这个苍龙是一种虫伊的丝仔伫下面安尼那安尼咱来看，这个就较清楚这个石头会刻这个苍龙苍人然后取代迄个肉的心来藏伫内底，因为这个是。埃及因象征永活永生，象征永生的一个象征所以你会将这个石头甲藏伫迄个心脏的位置，然后因会伫遮来宣告，因会毋茫讲这个石头，这个苍人伊会通伫遮来改变，然后保证恢复因的生活，甲因过去的这个活力这个活力。所以伫遮咱看会讲。因一寡所做其实先知伫遮所提醒的，甲因过去的这个路在性的生活，拢有一寡遮关系。所以，佫一遍咧提醒讲，因着爱除掉过去遐个上帝看做无好的遮一寡遮个歹所行，然后爱来做一个改变。所以，咱有看见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因离开上帝，然后呢离开属永活上帝，因要家己用家己的方法来敬拜。所以伫遮咱看头一个先知咧提醒因讲，因是悖逆的，因是离开上帝这个恩典的，并且你知影讲
甲即个敬拜偶像有关系，就是带来遮个淫乱、遮个败坏。先知以西结在遮提醒讲，因有两个，头一个就是拄仔咱所看的，因道德败坏，因背逆上帝。第二，较要紧就是，如果你来看整个的列王记上下卷，咱就看见讲遮个王，因若遵行上帝所欢喜的事，上帝就祝福；因若行上帝所厌恶的，会歹所行。其实其中一个就是拜偶像。所以先知不断地指出因会无清气败坏，因会受掠，因会拄到遮个困难。一个真要紧的关键这关键就是啥？拜偶像咱来对足有智慧的这个国王，咱来看所罗门王伊有智慧无？伊足有智慧，伊阁去上帝圣殿对无？是啊，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足有智慧，总是到伫伊年老的时阵呢，却伫遮离开上帝。为什么呢？伊带真侪遮的外邦的女子所以伫遮伊用恩因对因的故乡从他的故乡带一些的偶像来，所以伫遐敬拜。所以头一个伊因准因，第二个呢，伊却伫遮来甲因参与伫迄个敬拜，参与在这个敬拜。来，咱来看一段圣经，你就会当知影，咱做伙来读来。因为所罗门年老的时，伊遐的某诱惑伊的心去缀别个上帝。所罗门去缀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洛，甲阿文人可恶的米勒公。所以伫遮咱有看见啥物？哇！所罗门伊足有智慧，但是伫年老伊却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所以因为安尼，伊的王国就开始伫这上帝离开撤掉伊稳定的时阵，就伫遮来分裂。最后，咱就看见啥物受掠这王国就失败亡国。伫所罗门了后，侪王，因嘛是安尼。咱其中咱有看见亚哈王，亚哈王会使讲伊带啥亚西别，好像像西宫这个查某囝安尼共款所以伫遮咱看以利亚咧大战这个巴力甲阿舍拉的西宫伫这加比山顶面咱记得这一段的故事你就知影讲哇，这个王伊安怎拜偶像、拜巴力、拜阿舍拉，所以因的结局拢是真凄惨。所以伫遮也提醒讲，上帝名受侮辱，是因为上帝恩典离开，互遮外邦人因笑讲恁的上帝无效啦，恁的上帝无法度帮助恁啦，所以恁就伫遮安怎遐尼可怜，遐尼凄惨拄着遮个落魄。所以伫遮咧提醒咱因为上帝的恩典离开，上帝的性命受辱，所以外邦人因有即款的认为，因就侮辱遮以色列百姓。所以伫遮，互咱看伊讲，上帝的同在甲离开，就有甲咱的存在、甲咱的兴旺，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先知就呼吁，恁就爱改变毋是因为恁偌好，上帝较做遮新的事，是因为上帝爱恁有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以色列百姓上帝透过先知伫遮呼吁因，就爱离开迄个悖逆的心爱除掉，然后伫遮爱亲近伊，爱伫遮来做一个改变。上帝就要甲因有立一个新的约，要做一寡新的事，来帮助因。当因愿意改变，上帝伊的慈爱怜悯，他的慈爱怜悯就与他们同在。所以伊就会应允讲好，我要伫恁中间，恁拄着遮个饥荒，恁拄着遮个困难，恁拄着遮个侮辱，我拢要伫遮来帮助恁，要甲恁三甲同在，要互恁甲外邦看见讲我是迄个信息永远无改变的上帝。所以当人愿意做一寡改变，做一寡更新的时阵，好亲像咱常常看到手机伫遮新的一寡程式出来时，程式出来时，就安怎叫你爱改变，
最近你知影哦？这个大家拢挂喙安嘛，戴口罩哦。你若用一寡这个程式手机哦，你若用人脸辨识对吧？挂喙安要安怎？无法度啊。所以即马听讲吼，苹果要出一个新的政策，就是透过表用你手机来做一寡更新改变哦。因为一寡这个影响你我生活，所以互咱会通拄到一寡这个困难，还是讲无方便，嘛有一寡新的做法。上帝就甲这个百姓讲吼，我要做这个新的事，我要甲恁立一个新的约，毋是因为恁偌好呢，毋是恁做了足好，恁悔改，连这个悔改的信心嘛是拢我互恁的哦。所以伊就讲啥？伊就讲是因为我家己的名的缘故，因互外邦踢球啦。所以上帝在拯救做这个新的事的时阵，是第一个要顾伊的名誉啦，伊的性命哦。因为大家外邦咧踢球讲，你也看恁的上帝无效啦，无气力啦，所以恁今仔日才会安尼拄着安尼凄惨落魄。兄弟姊妹、弟兄姐妹，你曾经遇过这样的事吗？你看你们的上帝你信上帝，你那么敬虔，你今天还会碰到这一些的事情，你也拄到这块困难吗？安尼是不是你会失去你的信心呢？所以有当时到尾上帝安怎看袂落去的，伊会出手啊，所以伊会通帮助咱，互咱因为伊的性命的关系。第二个，伊要见证伊家己的主爱，伊家己恩惠，伊家己圣洁，伊家己做这个关联的属性，互这个外邦知影讲，我还阁伫诶，我伫因中间，是因为因离开我的恩典，毋是我无要插因吼。所以伫遮咱有做伙来看这段圣经来，做伙来读来。恁要徛起伫我所想事恁的列祖的地，恁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恁的上帝。哇！伫遮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新的立约，就是说恢复那个关系。伫迄中间要恢复迄个关系，恢复因所徛起的所在，因得到改变。伫因所种做的，因顶头先因定心甲上帝有这个立约关系时阵，咱有看见土地要伫遮来恢复。过去咱看因的所种做的是饥荒是趴荒的，总是上帝要恢复这样的一个土地的生机带来赐福，带来多结果子。第二就是讲，因要甲上帝的关系恢复，因要恢复迄个你是我的上帝，我是你的百姓的关系。好亲像，如果咱倒转来到上帝面头前，咱会通恢复你是我的阿爸爸，我是你的宝贝囝，迄款的关系。所以咱有看伊土地受祝福，然后土地所带来所种做的，就会通伫遐丰收。先知要提醒，先知要提醒他们，你们要常常追念你们过去的恶行，就种随时来提醒咱，因为咱过去所拄到这艰难困苦，是因为这罪阻挡上帝的恩典，所以互咱离开上帝。今仔咱透过先知伫遮来呼吁，先知来呼吁他们，你们要真的是要改变爱互上帝的水伫遮来清气。所以头一个咱看上帝应允立约，然后伊开始有这款的行动，他开始有做一个新的行动，就是赐下他的圣灵，然后要改造你我的心。以色列民族因的复兴的一个真要紧的开始，就是对内心的更新哦。心若无改变，咱看伊的思想，伊的一寡遮的行动，就无法度伫遮来改变。先知咧提醒讲，上帝赏赐圣神，好亲像咱有一个洗礼共款的意思哦。伊要赏赐一个清水，然后伫遮来洗清因的心，互因的心会通伫遮来改变。对迄个旧心就是背逆，就是迄个固执，无要顺探上帝迄款的心来改变，真做一个是就柔软顺探。军队上帝迄款的肉的心，所以圣神来帮助，互咱的内在的更新、内在的更新，就会带来外在迄款的顺服，甲得到束缚。你知影伫旧约内底，咱看伊讲，透过先知即款的宣告，
对旧约到新约，咱拢看见上帝神安怎伫人的中间来做一寡改变。如果你若继续去看37章，就会看见迄个古代的骨头要伫遮来搁挖开，就是看人的心伫迄个背脊的中间，上帝要想出伊搁一遍，伫迄个中间来改变，有一个新的毋望，毋是绝望。咱做来读一段圣经来，我要用新的心想事恁，也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酒的心，想事恁亲像肉的心。所以伫遮，互咱看伊讲，上帝要做一个新的事，伊毋是嘴讲讲的尔，他不是嘴说说而已，他又进一步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行动。伊恩典的行动，就是要将伊的话、将伊的律例来藏伫人的心内，然后互人会通伫遮来顺谈伊。所以伫旧约中间，咱看讲上帝要互人的气力是透过伊的圣神的同在，才通改变，互迄骨头久能够复活。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改变。所以你若看见遐个王因悔改，也是看亲像尼尼微城共款，对王到伫情绪，因拢伫遐来改变，伫遐来安怎悔改认罪。上帝恩典就临到伫因中间，上帝保护就临到因中间，所以互因过着一个新的生活。咱看伫新约，在新约的时代，使徒因本来惊甲安怎，惊甲摇出拢毋敢伫遮来传福音。总是因为圣神的同在，甲因相同在时，因就得到气力。圣神甲因相同在，因就对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将福音传到伫全世界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伊讲，上帝要应允是要改变咱生活一个新的气力。伊要应允你，伊阁要想事，互你有一个新的气力，就是圣神的同在。所以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伫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当中，咱会通恳求上帝。恳求主讲，主啊，你所应允的圣神，甲我相同在，才会使导因着勇敢壮大，徛伫公会，伫遐勇敢伫遐为主来做见证。你嘛会使，我相信你会通伫遮伫新的一年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伊所应允的，伊所要互你的恩典是够野的。然后你爱做的就是安怎，将荣耀归乎咱的上帝，毋是归乎你家己。你所做行通顺遂，毋是因为你牛，是因为上帝甲你相同在，因为上帝保护看顾你，互你会通伫遮丰丰富富。所以这嘛是上帝，伊要应允互遮百姓，讲恁要离开遮的饥荒，恁要离开遮的灾害。所以恁面对恁过去的生活，面对恁过去的困境中间，毋免惊吓，先知透过伊所宣告讲，上帝要做遮新的事，要拯救恁，也要改变恁的内心。所以恁要做的就是顺服、顺叹。伫恁的生活中间，就带来五谷丰收、五谷丰收。恁嘛要结做果子。较要紧的就，恁无要搁伫外邦的中间头业会起来，不再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兄弟姊妹，我真期待，咱看见咱真正去经历上帝恩典人，你会通伫你的生活中间结出一个悔改的果子出来。迄个悔改的果子就是，你进前可能有当时你拄啊讲话的时阵，你无想到别人的立场，你可能你讲的是有话拉惨的话，但真正你信主了后，一直来经历上帝改变的时阵，上就带来互你的福气。你看见拄仔影片，咱旧年99岁，这碧珠阿嬷吼，因为伊面对做遮可能失去伊的囝儿，伊有拄着遮人生的困境的时阵，伊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选择我靠主。这嘛是咱教会这几年真少咧，拢超到99岁。总是伊今年上帝互伊有100岁。我看伊咧讲话，听伊咧讲话，佮伊的精神拢佮作战的吼。选择我靠上帝，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对过去彻底
一个改变，彻底的忏悔。亲像先知甲这以色列百姓讲，恁就要悔改，恁才通离开伫恁面对这的羞辱，面对这的饥荒，面对这的欠缺。上帝已经甲你讲，要有一个新的改变。虽然这个环境是遐尼对咱不利，总是咱相信上帝会伫咱新的一年中间来做新的事，做新的改变。所以你要做啥物，我要做啥物，我要选择是愿意改变，愿意由上帝伊的圣神来踮伫我的内底。因为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若有人坐在耶稣基督里面，伊要成做是个新创造的人。所以思想伊的做法拢要改变。第二就是上帝的应允。的确要伫遐来成就。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做来回应上帝啊！你要伫我新的一年中间，要来做新的事，旧的代志拢要过去，一切拢要变成做新的。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思想。一起来宣告：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再来一遍，来！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做新事，你是赐新福的神。主，你是做新的事，赐新的事予上帝。伫今年过年，阮虽然无法度三甲组织，互相来祝福，互相来敬拜，这位永活的上帝。上帝，你的恩典无离开阮，因为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是迄位赏赐万美、要满足阮，就是你所听的百姓的心愿的上帝。主啊，阮知影过去阮有得罪你，阮知影过去阮拄着做这个患难困苦。特别全世界拢拄到这个困难，总是主你听犹原无离开。求你赏赐你的圣神来清去阮人类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除去阮生命中的败坏，帮助阮会通伫遮离开这家己心中的恶俗。
当伫遮专心来军队你敬拜你，互你新的事、新的祝福就临到伫阮的中间，伫阮新的一年。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赢过死无关系的溃力，甲你三同在。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永无改变的主爱，亲像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伫新的一年，拢有你的恩典甲你的保护。主圣神，阮也恳求你继续保守阮的心，赢过保守一切，互阮会通面对新的一年，有主你新的恩典充满伫阮中间，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兄弟姊妹，请坐。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咱下底拜到这，搁一遍甲咱祝福新年恭喜，所做会通行通顺利，上帝祝福大家。